係老細，入嚟啦，咩事？係老細啊，有啲事想問一問下你啊。咩事講啊？係咁嘅，我嘅工資一日係350蚊啊嘛，但係點解我收到一個月攞先得嗰2552蚊嘅？咁你一日工資幾多錢啊？一日350蚊咯，咁一日幾多個小時啊？一日啊，24個小時咯。咁你平均一個小時幾多錢啊？每個小時啊，350蚊除24個小時，每個小時14個半咯。咁你一日返工幾多個小時啊？返工8個鐘咯。咁你計一計啦嘛。咁一日人工幾多錢啊？14個半一個小時乘8個小時一日，等於一日116蚊咯。咁你一個月返幾多人工啊？一個月啊，22日啊。咁你一個月嘅人工應該係幾多錢啊？116蚊一日嘅，一個月就22日工作日，等於2552蚊。咁啊啱晒咯。咁都唔識計，冇事唔好煩我你。出。係哦。